咁大家好啦，咁我叫 Sidhu Isenda Indra 啦，咁我就喺呢度拍一條片，就關於呢一個微影嘅綠色小巴16座小巴咁樣1:76。咁呢度有10格嘅，咁就概括晒由2016年到2025年推出嘅綠色小巴16座小巴1:76比例嘅。咁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咁呢架小巴咧，第一架小巴要講嘅就係何文田村。咁就8號小巴嚟嘅，咁就寫住何文田做呢一個 location 啦，咁就嗰個 destination 咁樣啦。咁嗰個價錢牌寫住5.9咁樣嘅，咁都算係精緻啦。咁啊2016年推出嘅第一格啦，咁就冇車牌嘅，咁就用紅色凳嘅，但係就呢一個原始版本嚟嘅。咁好啦，而家你去第二架小巴啦。第二架小巴就係呢一個大口環數碼港嘅綠色小巴，由銅鑼灣開出前往大口環同數碼港，就10號港島小巴嚟嘅。咁啊寫住呢一個，咁啊呢一度寫住嗰個綠色小巴嗰個車窗寫住個路線牌，就係即係寫住途經堅道、香港大學、寶翠園同埋瑪麗醫院嘅。咁上面嗰個路線牌就寫住 Cyberport 嘅，就目的地就係大口環數碼港啦。咁就經堅道、港大、寶翠園同埋瑪麗嘅。咁就呢一架綠色嘅小巴，嗰個鋪排都跟翻佢當時嗰個進智公交咁樣嘅鋪排咁樣嘅。咁就呢度寫住香港大學港鐵站，香港大學港鐵站。HKU Station 嘅，寫住 HKU Station 香港大學港鐵站，有呢個黑色嘅地鐵 logo 嘅。咁亦都下邊有一個就係路線牌咁樣嘅，會 show 途經邊幾個地點咁樣咯。咁啊呢架第二架小巴就2016年年尾2017年年頭左右推出嘅。咁啊而家係第三架小巴啦，第三架小巴就係呢一架啦。由呢一個何文田村去尖沙咀漢口道，咁呢架就係8號仔嚟嘅，九龍嘅8號小巴啦。咁就同第一架小巴嘅路線一樣嘅，但係就相反方向咁樣咯。咁大家望一望到就係呢一度就嗰個路線牌啦。咁有2蚊乘車 logo 啦。咁亦都 show 埋就係呢一架小巴就係有個車牌喺度，就係 TF6681。咁但係呢架第三架小巴咧，就前面同埋後面都有車牌嘅，但係頭先咧就第二架小巴咧就前面冇車牌，得後面先有車牌嘅啫。咁好啦，我哋而家咁就第一架小巴就2016年推出啦。咁第二架小巴就2016年年尾2017年推出啦，2017年年頭推出啦。咁就第三架小巴就2018年嘅1月推出嘅。咁就好啦，而家嚟到第四架小巴就係呢架西貢碼頭嘅1號 A 小巴。咁啊寫住車牌號碼寫住 CE682。咁個車牌 CE682啦。咁大家望到呢一度咧，大家望到呢一個1A 寫住1號 A， 隔離就有個車嗰個價錢牌就寫住7.5嘅。咁啊寫住7.5嘅，7.5隔離有個西貢碼頭嘅寫住 Cyclone Pier 嘅路線目的地牌咁樣嘅。咁車頭點解會有個49咧？就係可能就係呢一架小巴就係西貢1號2號小巴咁樣，嗰個專線小巴嗰個公司嗰個第49架車嚟嘅，可能當時，但就冇2蚊 logo， 應該相信咧就係當年嘅車嚟嘅，可能大概係即係可能係當時即係00幾年到11年左右嘅車嚟嘅，應該就係。咁就第4格啦，咁好啦，我而家講第5格啦。第5格就係我最中意嘅荃灣嘅綠色小巴咁樣啦。咁又彩龍
專線小巴公司咁就開嘅呢條95號 K 嘅。咁呢架小巴有咩特點？點解咁中意咧？就係因為佢夠晒精緻咁樣啦。咁望到佢95號 K 啦，嗰個路線牌雖然係好似即係淨係 show 咗部分出嚟，但係我覺得整得相當精緻咁樣。咁車牌號碼就 LK578咁樣嘅。咁大家望到 LK578佢後邊亦都有埋就係佢嗰個路線牌啦。嗰個路線牌寫住荃灣站去荃灣西站咁樣嘅。咁個路線牌就咁啦。咁啊，亦都係豐田小巴嚟嘅。咁呢度亦都有一個就係路線牌啦，寫住荃灣站去荃灣西站，途經啲咩地點咁樣，大河道恒生銀行，跟住咩力新廣場，跟住再仲有就係佢有一個係即係佢會 show 埋佢會途經咩地點咁樣，我都覺得整得相當精緻咁樣。咁亦都有埋呢個2蚊乘車 logo 嘅，咁我覺得相當之唔錯嘅咁樣啦。咁好啦，而家呢個第5架小巴咧，都係喺2018年推出嘅。啱啱頭先呢一架荃灣嘅小巴同埋呢一個西貢嘅小巴咧，即係第4同第5架，就呢兩架小巴咧，就都係喺2018年推出嘅。咁啊西貢嗰架就2018年7月推出啦，咁就荃灣嗰架小巴就2018年8月推出嘅。咁樣好啦，而家我哋去第6架小巴啦。第6架小巴咧，呢度第6架小巴係邊個咧？就係呢一架啦。咁雖然咧佢咧就同第2架小巴一樣嘅，但係咧就相對咧嗰個路線牌咧，即係佢個車頭嗰個路線牌整得大快咗咁樣。咁咧就窗個路線牌就整得大快咗啦，窗嗰個就大快咗，咁就但係佢顯示出嚟咧嗰個路線牌，即係車頭，即係佢藍色嗰塊路線牌，即係佢就相對就細快咗少少咁樣咯。咁大家望到嗰個分別咧，應該望到即係兩架小巴嗰個分別。咁大家望到呢兩個小巴咁樣，即係第2架小巴同第6架小巴就嘅分別咁樣啦。咁就第6架小巴咧，就嗰個路線牌咧就大塊啲嘅，窗嗰個就，但係第2架小巴咧嗰個路線牌咧，即係窗嗰個路線牌咧就細啲嘅咁樣咯。咁好啦，咁但係呢個第6架小巴咧就喺2019年嘅1月推出咁樣咯。咁事不宜遲，我哋去第7架小巴。第7架小巴啦，估下係邊個咧？冇錯啦，第7架小巴就係呢個由即係呢一個即係 Tiny 加埋呢一個恒香老餅家推出嘅特別嘅版嘅專線小巴咁樣嘅。咁就2020年嗰陣時就恒香就有推咗個優惠咁樣啦。咁就即係同微影一齊合辦呢一個綠色小巴咁樣啦。咁就即係佢就開咗個，即係總之佢哋兩間就加埋就即係推出呢款好特別嘅小巴啦。咁就恒香老餅家加埋微影公司咁樣就2020年推出嘅。咁樣咧就即係恒香推咗個優惠啦。當年2020年嗰陣時就咁就即係咁呢架小巴就係32號小巴嚟嘅。咁就寫住恒香老餅家，佢個路線牌寫住元朗嘅西鐵嘅，寫住元朗西鐵嘅嗰個 MTR logo 咁樣嘅。咁啊會寫住由丹桂村前往元朗西鐵站咁樣嘅。咁啊車牌係 KL5188咁樣啦。咁嗰個廣告牌都整得相當比較精緻咁樣啦。咁寫住恒香啦，亦都寫住即係佢寫住就係1920啊，先1920。咁啊呢一個就係佢嗰個廣告嗰個廣告啦。咁啊即係類似有一個即係類似就係恆久滋味香港情懷，元朗大馬路66號
佢車尾嗰度咧就有個叫做有個即係嗰個崩把寫住就係學得最撞嗰個撞得碎碎咁樣嘅，咁就都整得，我要話即係呢架車整得相當之精緻，呢架亦都係我其中一架最中意嘅一架小巴咁樣啦。咁就第7架小巴嚟嘅，即係2020年推出嘅。咁啊第8個咯喎，第8架大家估唔估到係邊架咧？冇錯啦，就係呢架103號小巴。咁就寫住去觀塘碼頭嘅，由清水灣去。咁雖然前面佢嗰個價錢牌就寫住每位10個4咁樣，咁就亦都留意到一樣嘢，就係佢亦都係有個2蚊乘車 logo 同埋佢嗰啲即係類似行車證咁樣嘅。咁就車牌就 LV6780。咁呢一架第8架小巴咧，就佢有個展示牌就係寫住乘客必須佩戴口罩嘅。咁就亦都留意到一樣嘢，就係咧咁樣嘅，即係亦都留意到一樣嘢啦，就即係佢嗰個小巴咁樣啦，佢就係佢有埋嗰個即係佢除咗2蚊 logo 之外，亦都隔離咧，亦都有一個就係有一個另一個 logo 就係寫住小巴轉港鐵或者港鐵轉小巴可以有5毫子嘅折扣優惠咁樣啦。咁亦都有個規矩牌嘅，寫住兒童3歲或以上超過1.3米就必須要付全費咁樣嘅。咁啊呢架相當整得相當精緻咯，雖然係玩具，但係亦都整得好似模型級數嘅玩具咁樣啦。咁呢度亦都有呢個豐田石油氣小巴呢一個 logo 啦，環保小巴咁樣，亦都車牌寫住 LV6780咁樣嘅。咁就第9架小巴啦。就係呢架第9架就係呢架馬雅木嘅45號小巴，就由屯門大興開去屯門市中心嘅。咁啊呢架小巴亦都係我最中意嘅一架小巴啦，第3最喜歡嘅小巴咧，咁寫住 LS9767。咁就雖然佢右邊嗰個倒後鏡係黑色咁樣啦，咁左邊嘅倒後鏡都係奶黃色咁樣啦。咁就佢嗰啲公共小型巴26座位 Public Light Bus 16 seats， 佢個字體係同其他小巴係有啲唔同嘅。咁呢度都係寫住啦，就係 LS9767咁樣嘅。咁啊馬雅木嘅45號小巴，45號小巴咧就係成個屯門區入邊收費最平嘅小巴嚟嘅，只係需要3個幾毫子嘅啫，只不過係需要屯門區最平嘅綠色小巴路線就係佢啦，45號啦。咁啊呢架小巴咧就喺2024年嘅2月推出嘅，咁第9架就2024年2月推出啦。咁第8架頭先呢一架嘅觀塘小巴啦，去103號去觀塘碼頭嘅綠色小巴，就第8架咧就2021年嘅8月推出嘅。咁就好啦，到最後一架小巴啦，第10架啦，就係呢一架由竹園南北村去呢個黃大仙嘅來往呢一個，咁啊車牌寫住 NM1628嘅。咁呢架小巴咧就嗰啲路線牌啊整得相當精緻咁樣啦。咁就佢個38M 就同個真車嗰個同跟足真車嗰個設計咁樣啦。咁就寫住竹園，寫住呢一個點講好咧？呢一個寫住盈福苑。咁就去呢一個黃大仙地鐵站 NM1628車牌。咁呢一度亦都有埋佢個路線牌咁樣，同埋佢個路線編號咁樣。咁後面啦，就呢一架小巴就個車牌咧都係寫住 NM1628嘅，但係佢下運營業證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就用紅色嘅咁樣咯。呢架車就有個特點，就係佢冇2蚊乘車 logo， 咁可能係當年即係嗰個38M 嗰個車隊就嗰個間公司就有呢架 NM1628嗰架車嚟嘅，咁就可能係當年嘅車，就未有2蚊乘車 logo 咁樣咯。咁好啦，呢10架小巴啦，咁頭先第10架小巴咧就即係第10架小巴咧，咁就由2025年嘅10月推出咁樣咯。咁呢10架小巴入邊唔知
唔知你最中意邊一格小巴咧？唔知各位。咁好啦，不如 comment 啦喺我哋樓下嗰度。多謝大家啊！咁呢一條片就去到呢度，唔該晒啊，拜。